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am，今日同大家講下冬至。2025年12月21號就係冬至啦。所謂冬大過年，呢個冬季嘅節氣，太陽南回至極點，象徵住日光最短、黑夜最長嘅時刻，亦都象徵住新循環嘅開始。今年冬至巧遇天赦日，令意義更加特別，因為遇上罕見嘅日子，而錯過咗呢，要等80年。喺呢一日，宇宙頻率強化，可以幫助我哋重啟能量。而天赦日又象徵住上天對人間過錯嘅寬恕，所以係一個充滿祝福與反思嘅日子。由於陰極轉陽，赦免與重啟嘅合相，非常適合靜心懺悔、內觀同行善。同時亦都可以轉運同提升自己嘅能量。響冬至嗰日嘅清晨，預先寫低懺悔嘅事項，靜心思考，誠心懺悔。如果可以嘅話，懺悔最好係喺寺廟度進行。喺另外一張紙上面寫低願望，然之後喺一個有清晨日光照耀嘅地方放一杯飲用水。再揾一個安靜而不受打擾嘅位置，進行一個不少於5分鐘嘅冥想，保持靜心。冥想過後，向宇宙宣告你嘅願望，然之後將水慢慢飲咗佢，將2張字條好好收起嚟，迎接新嘅開始。另外，當日亦都非常適合茹素、誦經、念佛回向、清潔家宅同行善。把握冬至祈天赦日，唔只係求轉運嘅儀式，而且係誠心懺悔、持續改變同行善利他嚟迎接新嘅循環。記住，所謂嘅身、口、意，就係凡事係真心誠意同行為嘅改變。冬至陽生，天赦恩臨，願眾生得安慰與安樂，和平常在，正義長存，黑暗不染希望，苦難化為光明。祝福大家冬至快樂！